建立7個習慣咧，100日咧真係能夠改變你自己嘅人生。點解成功人士咧都用啲7個習慣呢？史坦福研究咧，普通人咧只要堅持100日咧，大腦嘅結構咧都會發生變化。價值8萬嘅7個黃金習慣。第一個習慣咧就係積極主動啦。遇到事情咧3秒法則，停頓、思考、行動，停止抱怨，專注咧喺你可以控制嘅範圍裏面。大家咧可以試一下咧，100日裏邊咧只係關注自己嘅內在，唔好咧去責怪外界，唔好再去咧抱怨你嘅老闆同抱怨你嘅家人，走出咧你個受害者嘅心態，唔好咧再因為咧人哋批評你咧你就懟翻佢，成為咧你解決問題嘅人，而唔好咧讓自己咧成為一個問題嘅一部分。專注翻咧喺你自己可以控制嘅範圍裏面，做出承諾，大膽去行出你嘅第一步。哈佛實驗數據嘅效果咧，壓力係可以減少47%。第二個習慣咧就係以終為始啦，每日咧靈魂拷問，今日咧我選擇做嘅嘢咧係咪符合我嘅目標咧？製作你嘅人生遠景版啦，進行咧你嘅自我肯定，知道咧你自己咧嘅原則係啲乜嘢，然後咧你跟住你嘅原則咧做出選擇同埋行動。第三個咧就係時間管理啦，將我哋咧重要嘅事情咧做咗佢先，一啲唔係太緊急嘅嘢咧我哋可以放喺後面先去做。第四個習慣咧就係雙贏思維啦，呢個咧係談判嘅黃金法則嚟㗎。點樣咧令到對方咧都可以有益處咧？我哋咧要以雙贏嘅思維咧為出發點，唔好咧要對方咧有啲咩回報俾我哋。我哋咧成日都要為他人着想，好嘅嘢咧就會喺第二個地方裏邊咧回贈翻俾你嘅。第三個咧就係3F 嘅傾聽法啦 ，Fact、Feel 同 Focus 啦。社會咧成日教我哋咧點樣去表達自己嘅意見，我哋咧先至能夠咧得到一啲關注。但係咧我哋咧要學習嘅係咧點樣有效咧去深度咁聆聽。只要咧當人哋咧感受到被尊重啦嘅時候咧，我哋咧先至可以同對方咧產生同理心嘅，從而咧我哋達到咧雙方有效嘅溝通。第6個習慣咧就係統合我哋嘅思維啦。我哋每遇到咧每一個人咧都有值得我哋學習嘅地方。你可能咧會覺得自己好聰明好厲害，呢個咧非常之好啦，因為咧你證明咗你自己係一個好自信嘅人。但係咧你唔好咧因為呢個自信而自負，時刻咧要保持咧一個開放謙卑一個態度，往往咧可以令到我哋咧收穫到更加多嘅創意同埋靈感嘅。第7個習慣咧就係持續更新啦。喺成長咧係有4個維度嘅，身體啦、心智啦、情感啦同埋精神。大家咧一定要去做運動、去學習、去睇書、去提升自己，去做一啲咧你自己咧中意嘅嘢，唔好咧將大量嘅時間咧都消耗喺睇手機啦、睇電視啦。只要咧你自己咧真正咧由你嘅身體、心智、精神、情感呢啲幾方面裏面咧不斷咁提升嘅話咧，你嘅生活咧先至可以呈現一個螺旋式上升嘅狀態。你能夠睇到呢度咧，證明你一個咧好識建立好嘅習慣嘅人嚟啦。感謝你嘅收看同埋支持，歡迎咧你點讚、收藏同埋分享。我係 Charis，希望咧呢個視頻咧可以幫到大家。